以前細個同老豆老母出街食飯，最開心就係去酒樓或者大排檔。嗰陣時未入座已經聞到陣陣香味，廚房入邊傳嚟轟隆轟隆嘅爐頭聲，加上鏟勺敲落隻鑊度哼哼聲，聽落都覺得熱鬧。猛火爆炒上台嗰碟餸熱辣辣香噴噴，嗰種獨特嘅鑊氣真係令人食過翻尋味。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，覺得出街食飯啲味道變咗，以前食過嗰種令人感動嘅味道，好似越嚟越難揾。初以為係自己大個咗，嘴刁咗，或者係所謂嘅情懷濾鏡作怪。直到最近同一個做酒店大廚嘅老友飲茶吹水，佢嘆住氣同我講出個真相，我先至恍然大悟。佢話：你估而家仲係以前咩？你去嗰啲連鎖餐廳啊、商場鋪頭，10間有8間俾你食嘅都係預製菜啦。聽到呢度，我心入邊真係涼咗一截。細心諗下，又真係有跡可尋。而家去餐廳，廚房靜過圖書館，完全聽唔到炒菜聲，甚至連火光都見唔到。原來好多餐廳已經變質，廚房變成咗加熱中心。因為租金貴、人工高，為咗慳皮同埋求快，老闆寧願用中央廚房整好嘅預製菜包，只要個廚師剪開個包裝袋，倒落去加熱一下，擺個靚盤就可以上菜。咁樣做出餐係快啊，老闆係慳咗錢啊。但係我哋啲食客呢，我哋食緊嘅係經過冷藏甚至雪咗唔知幾耐嘅食物，口感同新鮮度大打折扣，食落去就好似隔夜餸咁，完全冇靈魂。最嬲嘅係我哋埋單嗰陣俾嘅係現炒嘅價錢，加埋嗰一服務費，結果食個叮叮飯級數嘅嘢。呢種落差咧，真係令人覺得自己係一條被人任湯嘅水魚。今日就同大家盤點下，去酒樓食飯，大家最中意點，但又最大機會中伏嘅6道預製菜。如果你成日點呢幾味餸，分分鐘連侍應都喺背後笑你傻仔，俾成幾百蚊食料理包。第一道梅菜扣肉，梅菜扣肉絕對係以前去酒樓或者食客加菜必點嘅經典。正宗嘅梅菜扣肉工序極之繁複，五花肉要先煮熟，再用針結皮，搽醬油，落油鑊炸到皮起泡，然後切片，鋪上洗得乾乾淨淨炒香過嘅梅菜，再拎去蒸足幾個鐘。咁樣整出嚟嘅扣肉肥而不膩，入口即化，梅菜吸收晒啲豬油香，送飯一流。但係而家如果你喺普通酒樓點呢道菜，好大機會係食緊預製菜包。正如頭先所講，正宗做法太花時間同心機。香港寸金尺土，廚房邊有咁多位同時間慢慢同你蒸，直接同工廠攞貨最快。預製菜嘅梅菜扣肉通常都係一早整好再急凍，當你落單，廚房就拎個料理包出嚟蒸熱佢。你會發現啲肉食落去係死實實或者爛溶溶，完全冇咗新鮮豬肉嗰種彈性同油香。啲肥膏唔係化喺口入邊，而係有一種油益味。至於啲梅菜更加係災難，往往係黑茄茄一劈嘢，鹹到苦，完全冇晒梅菜應有嘅清香。你俾百幾蚊叫碟餸，結果食到嘅係工廠流水線產品，真係諗起都唔抵。第二道水煮魚，呢幾年香港人越食越重口味，川菜館開到成行成市，水煮魚成為咗好多人嘅至愛。大家都中意嗰種麻辣鮮香、魚肉滑溜嘅感覺。點解係重災區？殺魚、起骨、切片、醃製，呢啲全部都係人工錢。為咗追求標準化同快，好多餐廳直接用批發嘅急凍魚片，再加上預製嘅調料包。真正嘅水煮魚應該係用新鮮鯇魚或者桂花魚，即叫即殺，魚肉鮮甜有彈性。但係預製菜版本呢，多數用巴沙魚。呢種魚本身冇乜味，肉質雖然滑，但係嗰種滑係假嘅，食落去似咬緊一嚿浸咗水嘅海綿或者橡膠，完全冇魚味。
最得人驚係個湯底嘅。正常應該用魚骨煎香茅湯，再加炒香嘅辣椒、花椒。但預製菜就簡單啦，直接開一包充滿添加劑、增味劑嘅紅油料包，加滾水攪勻就搞掂。你飲落去嗰啖湯，只有死辣同味精味，食完之後口渴到想飲晒成個水塘嘅水。雖然睇落紅卜卜好靚，但其實你食緊嘅只係一堆化學調味同急凍愉快。第三道，宮保雞丁。宮保雞丁雖然係川菜，但喺香港嘅京川滬菜館都好常見，酸酸甜甜又帶點辣，好多大人細路都中意。點解係重災區？因為雞肉咧係最容易做預製處理嘅食材之一，加上宮保雞丁係切粒炒，更加容易掩飾食材本身嘅質素。大家有冇試過去餐廳食嘅雞丁入口係滑到唔正常，完全唔使咬就滑入喉嚨，而且食唔出任何雞肉嘅纖維感？呢啲就係典型嘅預製或者過度加工雞肉。工廠為咗令啲急凍雞胸肉唔好咁柴，會落大量嘅鬆肉粉同埋嫩肉粉去醃，醃到啲肉嘅蛋白質結構都爛晒。再加上預製嘅醬汁包，往往係一早調好晒味，甚至連花生都可能係分開包裝嘅。廚房要做嘅只係將解凍咗嘅滑雞粒同個醬撈埋一齊加熱，結果你食到嘅係一碟冇雞味，只有醬汁味嘅不明肉粒。營養價值經過咁多重加工同冷藏，講真都冇剩幾多啦，反而防腐劑咧就食咗唔少落肚。第四道，紅燒肉。紅燒肉同埋梅菜扣肉有啲似，都係講求火候同時間嘅功夫菜。一碟好嘅紅燒肉要做到色澤紅亮，肥肉爽口不膩，瘦肉入味不柴，汁液濃稠掛碗。點解係重災區？同樣係因為時間成本，要燉好一煲紅燒肉，起碼要個幾鐘。餐廳邊得閒同你慢慢燉？預製嘅紅燒肉最大嘅敗筆通常喺個汁度。真正嘅紅燒汁係靠糖色同肉汁熬出嚟嘅膠質，但係預製菜嘅汁咧，通常係靠大量嘅澱粉同增稠劑勾兌出嚟。你夾起一嚿肉，見到個汁係結撻撻咁黐住，好似膠水咁，而唔係自然嘅油量。至於舊肉咧，因為經過長時間冷藏再加熱，瘦肉咧部分通常會變得好乾好硬，好似食柴皮咁啊。而肥肉部分咧就更加得人驚啦，一咬落去係飆一啖油出嚟，完全冇嗰種入口即化嘅綿密感。好多時仲會食到一種講唔出嘅雪櫃味，即使用幾濃嘅醬汁都遮唔住。第五道，佛跳牆。佛跳牆聽個名都知係高級嘢，以前係福建名菜，後來喺香港嘅酒樓都好流行，通常喺做節或者宴會先會點。正宗佛跳牆用料極之矜貴，鮑魚、海參、魚翅、花膠、瑤柱要分開處理，再匯聚一齊燉，湯底金黃濃厚。而家好多平民酒樓甚至快餐店都推出所謂嘅迷你佛跳牆，幾十蚊或者百幾蚊一盅。你用個腦諗下，咁平點可能俾足料你？呢啲平價或者預製嘅佛跳牆，基本上就係高級版雜碎湯。工廠將各種平價食材，例如細隻嘅急凍鮑魚、所謂嘅素翅、平價螺片代替鮑魚片，預先煮熟裝入個袋度。湯底當然係濃縮湯汁兌水啦。你去餐廳點呢樣嘢，廚房就係剪開個袋，倒落個燉盅度蒸熱俾你。你飲嗰啖湯係好濃嘅味精同增稠劑嘅味道，完全冇海味乾貨捱出嚟嗰種鮮甜同層次感。雖然個名好聽叫佛跳牆，但其實你只係飲緊一碗充滿添加劑嘅湯水。食材雖然有，但係質感同鮮味完全欠奉。俾成百幾蚊飲碗味精湯，真係冤枉。第六道，小酥肉。小酥肉原本係四川重慶嗰邊嘅小食，近年因為火鍋熱潮，喺香港嘅火鍋店同餐廳都好常見。大家貪佢香口，送啤酒一流。炸嘢最講求油溫同即叫即炸，但好多餐廳覺得自己醃肉上粉炸2次太麻煩，
市面上好多餐廳供應嘅小酥肉，其實係買翻嚟嘅半成品，甚至係用雞肉扮豬肉，工廠整好晒，裹咗厚厚嘅麵包糠或者粉漿，炸熟再急凍。餐廳收到單就咁掉落油鑊翻炸，或者用氣炸鍋整熱。結果係點？你咬開發現層粉厚到嚇死人，入邊得嗰少少肉，根本食唔出係豬脷脊。而且因為係翻炸，外皮通常會硬到刮口，而唔係酥脆，入邊嘅肉亦都乾真真。你以為食緊肉，其實係食緊一嚿炸過嘅麵粉團，熱氣之餘又冇營養。去超市買包急凍嘢，翻屋企自己炸，可能同喺餐廳食嗰碟一模一樣，但係價錢平一大截。講咗咁多，其實唔係話完全反對預製菜。如果你去快餐店、茶餐廳食個40-50蚊嘅碟頭飯，預咗係中央廚房貨色，咁無可厚非。畢竟1分錢1分貨，求快求飽。但最大嘅問題係，而家好多收費唔平嘅酒樓、餐廳，裝修到靚一靚，收你成100幾200蚊一碟餸，再加一服務費。但俾你食嘅竟然係同快餐店一樣嘅預製料理包。呢種掛羊頭賣狗肉嘅做法，先至係令食客最反感、最覺得被欺騙嘅地方。咁身為食客，我哋可以點樣避免做水魚？如果你點咗啲工序繁複嘅大菜，但落單唔夠5分鐘就上台，咁你好大機會係食緊預製菜。正常煮都要時間啦，除非佢有預知能力。嗰啲餐牌厚過字典，天南地北乜菜式都有嘅餐廳，通常都係依賴預製菜包。反而專注做幾味拿手小菜嘅細鋪頭，比較大機會係用心製作。如果開放式廚房見唔到煙火或者靜英英，咁你自己心裏有數。仲堅持緊鑊氣，堅持人手製作嘅小店真係買少見少。如果你遇到一間肯花心機煮好餸嘅餐廳，就算貴少少，等耐少少，都值得去支持。因為佢哋賣嘅唔單止係食物，仲係一份對味道嘅執着同人情味。